来是这个公山的石潭里，这个一礼拜是停水2届，居民已经3、4天无水通用了，都要到活动中心来灌水，才会当来冲马桶、洗身躯，实在是真无方便。讲是因为这个水公司配合着台19架线道路托管的工程，这个自来水的管线要来改线路。啊！伫改线路的过程当中，又搁破管漏水，所以这个停水的时间搁来悠长，影响到公山、美岛、主管大约9200户，在地人是规八都会。有的人扫洗已经前2天已经洗好了，因为小孩要读书，这是2天的。10月3号条件真悬，因为无水通洗，这个情形已经拖几6天。3天前就这样子啦。为民众无想要等啊，就是用进前流起来水先拖衫。煮饭也不方便呐，洗澡也不方便呐，什么都没有水啊。停一个来，停一个无，停一个来，停一个无，来一个啊。含水尾水屎你都无当扣。民众骂到无力，因为有的人已经有3、4天无水通用。公山区石潭里活动中心有停水车，让民众来灌水，真无简单，等到水来呀，佮常常无水通用。这些水桶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，你这台水车来，你要供应我们石潭里来用，真的不够了。因为已经太多天了啦。一礼拜来停水2摆，互大家无法度洗衫、摒扫、冲马桶，民众根本挡袂掉啊，弄出来真情。水道水公司嘛赶紧出来解说。我们是发现这个工区附近有漏水的现象，修理的时候大概是有9200户会受到影响。钢山弥陀。那直观的管末端，因为配合道路做快工程来刷水道水管线，本来预计停水时间是28号暗时到29号，想到因为施工的过程，互路面存一个管线总漏水，才会牵长停水时间来修理管线。真侪民众本来就是水来呀，会当放心出门，所以佮一摆停水，袂好甲水升起来，互大家生活变啊真无便利。因讲希望若正常供水，莫阁出现停水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